八軸嘅牽引床咧，就針對咩症狀最好咧？就係脊椎側彎。OK， 尤其是而家學生仔好多都脊椎側彎嘅，因為八軸牽引床去調節個腰椎效果非常之理想。首先我同佢會固定隻腳，鎖緊條腰。OK， 今日細佬你要做啲乜咧？你呢一個要你隻手咧就捉住兩個手臂，前下邊結放嘅，係啦。咁你捉住佢之後嗱，會有少少牽拉嘅感覺嘅。OK， 得唔得？咁你牽拉嘅感覺之後咧，咁而家咧就準備同你啟動呢部機。呢部機咧會先同佢放鬆條腰先嘅。OK， 會同佢擺動先嘅。會同佢做個牽拉，主要係將佢個脊椎嘅壓力同佢釋放咗出嚟先。OK， 因為跟住壓力會釋放咧，全部聚住晒咧，可能同佢牽拉。咁呢個模式咧會同你上下擺動 ，OK， 去拉鬆佢條腰椎，咁之後先會開始個八軸刺嘅。咁呢個牽拉會維持2分鐘。傳統上嘅上下牽拉 ，OK， 佢仲要配合有左右、左上、左下同埋腳嘅4肢，所以佢係八軸。OK， 八軸去調節嗰條腰椎嘅方向更加多嘅。OK， 傳統嘅淨係上下拉嘅。佢會調節咗左右，尤其是側彎旋轉嘅側彎，佢會處理唔到。咁呢個牽引八床佢會處理埋呢個。OK， 咁我哋會做埋呢個手法，做埋呢個牽引床之後，我哋會做手法，手法再加強嗰個脊椎側彎嘅。